今集同大家介紹一下 Panerai Luminor Marina PM0132腕錶。呢款手錶係 Luminor 系列。Luminor 意味住佢具有標誌性嘅設計，就係錶冠護橋。錶冠護橋係出於 Panerai 為意大利海軍製作嘅精密潛水腕錶，而佢嘅作用就係鎖緊錶冠，並使到佢有防水功能。PM0132腕錶錶殼以 AISI 316L 精鋼打造，錶徑44毫米。AISI 316L 1.4435精鋼係 Panerai 腕錶最卓越嘅材料，因為佢具有高嘅抗腐蝕性能力同埋低嘅致敏性，同皮膚接觸絕對冇問題。錶盤上分別喺3點同9點鐘嘅位置設置有日期顯示同埋小秒針盤。12點、9點同6點嘅時錶係以阿拉伯數目字顯示。時錶、時分針同埋小秒針盤亦都附有夜光功能。PM0132腕錶依家搭配咗新款嘅 P9010 自動上鏈機芯，完全由 Panerai 研製，以200件零件製成，具備2個發條盒，動力儲存達到3日。而 PM0132亦都具備咗300米防水功能。腕錶含有高科技尖端技術，具有經過重新設計嘅尺寸，令到佢更加纖薄同埋輕巧。呢款咁精彩嘅 PM0132，你又點可以錯過呢？